各位兄弟大平安。今仔日是咱一年一度咱教会拢会庆祝，无真济啦吼。头先甲所有的妈妈拢讲母亲节快乐。当然即摆的家庭的结构无共款吼，有阵时啊，爸爸甲妈妈拢共款，拢迄个伫厝的嘿着，伫厝的迄个。担任的工课拢差不多无差啦吼，但是爸爸无要紧，咱等爸爸节时再甲恁爸爸快乐安尼吼。好，咱伫礼拜前咱同心来做一个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真感谢你，伫阮细汉的时阵，你都想使阮有一位妈妈来伫养饲阮，来伫看顾阮、照顾阮。互阮对细汉，阮就有得到真好的疼痛，互阮大汉起来。所以阮真感谢你，阮会当有即个温暖的家庭、温暖的妈妈来伫看顾。有诶，虽然伊毋是对伫家己的妈妈所照顾，总有伊的亲人伫伊的身躯边伫照顾、看顾，这嘛是拢是。主你所安排的亲人、妈妈，阮伫即个时阵，阮要对阮的妈妈感恩。无伫的，阮嘛要伫即个日特别来孝念阮的妈妈。阮啊，搁较要感谢主你，伫主耶稣基督内面，阮有重新的性命伫阮的内面，互阮会当明白主你。互阮伫这一世人的中间，有主你来扶持，有主你来看顾，来帮助阮，互阮的属灵性命哪来哪加添，互阮哪来哪近我你，互阮明白主你是创造阮有着万美，创造阮性命，享受互阮性命的主。愿阮一生会当来敬拜你，来跟对你。主阮伫今仔日主你所设立的圣日，阮聚集伫遮，阮就是要来敬拜主你。愿阮的儿女、阮的后世，拢伫你的面头前，拢诚最芳芳的坐，会当互你来感纳。阮袂做礼拜前的祈祷，拢献上阮的感谢，安尼祈祷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。早安。那今天呢是母亲节，那也很开心那跟大家能够在这边一起敬拜我们的上帝。那也祝我们在座各位的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。那我们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身体条件允许的话，我们一起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上帝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赞美。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。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因救我的神欢欣快乐。主的喜乐，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。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因救我的神欢欣快乐。我要赞美，无论得失或不得失，我要赞美，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
赞美不停，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和身边的人说，我们的神是得胜的君王。弟兄姐妹，用喜乐的心来唱这首歌。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。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因救我的神欢欣快乐。我要赞美，无论得失或不得失，我要赞美，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坚定于你，每天赞美不停，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我们要赞美，我要赞美，无论得失或不得失，我要赞美，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坚定于你，每天赞美不停，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。弟兄姐妹，我要赞美再一次，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是我们的主是永远得胜的君王，他坐在宝座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将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上帝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先请坐。咱的妈妈伫咱也唔捌代志的时，就来引带咱，甲咱教示；伫别人看咱唔好的时，伊嘛有缘看咱做心肝宝贝。咱上帝的疼嘛是共款安尼，咱做伙用这首诗歌来纪念咱的妈妈，纪念咱的上帝。我的心有伤痛过，要怎搁行遐？做光包东打，我袂甘得你的疼。主你疼我做宝贝，唔捌放下我，予我永远踮你面前，唔免搁着惊。主你的疼透放我的心，安慰我，无论需要我强敌也开挂，绝无啥物会当拆散。主你的疼引带我的路，保护我，直到永远，坚持无变化，绝无啥物会当拆散。主你的疼。咱就做伙来念。我的心有伤痛过，要怎搁行遐？做困包东打，我袂甘得你的疼。主你疼我做宝贝，唔捌放下我，予
听。咱做伙来祈祷，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有咱的父母会当来引带阮、养饲阮来大汉。总是有的人是因为咱的父母，后来认捌你，啊，也嘛是有人，因的父母也毋捌你。啊，不管是安怎，拢求你来保守咱每一个人的父母，互因会当继续来健康勇壮来陪伴咱。主啊嘛，我嘛求你会当互也毋捌认捌你的这的爸爸妈妈，伊嘛有机会会当来听到你的福音来认捌你。阮主啊，感谢你伫今仔日这个特别的日子，你嘛咱组织伫遮，咱嘛来纪念咱的父母对咱的疼，嘛纪念你对咱的疼。阮嘛将今仔日的礼拜就交托伫你的中，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求你来带领。咱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恁着俄罗耶和华，着唱新的歌，俄罗耶和华，伫神的百姓的会中，俄罗伊，愿以色列因为做伊的主来欢喜，愿锡安的百姓因为因的王来快乐，愿因跳舞俄罗伊的名，拍鼓弹琴唱歌俄罗伊，因为耶和华欢喜伊的百姓。伊要用救恩做谦卑的人的装搭，愿神的百姓因为所得到的荣光来欢喜，愿因伫名称里出欢喜的声，愿因的喙学罗上帝最悬，手举生命来的钱，通报应外邦，兴发列国。
用连拔因的君王，用铁口来锁因的人神，要伫因的身上行所记载的判断。伊信的百姓拢有即号阳光，恁着学罗耶和华。即是咱做伙来用圣诗第583首，圣诗第583首，愿主存你圣手，愿主存你圣手，牵我做我保护。虽然拄着引诱，我愿行主的路。检彩伫黑暗暝，也是山坎青烟。主，若是你旨意，我行无要言前。圣诗第583首，请会众起立应全首。愿主存你圣手，牵我做我。请坐。即是咱当先来用《使徒圣经》来告别咱的信仰。《使徒圣经》第周部的第5页。请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。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罗英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，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。活人甲死人，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。罪会赦免，肉体、国活、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
即是咱做伙来启用启应文第43篇，启应文第43篇伫信息的后壁。启应文第43篇，也就是以赛亚第12章。现着咱做伙来启用。伫迄日，你话讲。虽然你有对我受气，看啊，上帝是我的拯救者。主上帝是我的气力，我要唱歌称赞。伊是我的上帝，我要称赞伊。恁袂对救恩的水泉欢喜积水，伫迄日，恁话讲，将伊的所做伫列邦报扬。恁着唱歌称赞上主，伊的作为真显现。住伫锡安的人啊，着欢喜唱歌。启文到遮，即是咱做伙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阮满心感谢俄罗你，感谢你保守阮过去一个礼拜的平安，互阮不管伫任何所在，拢有你的同在甲带领。也感谢你，互阮有教业的智慧来面对任何的挑战，互一切事拢会当顺利。虽然外口落雨，主你犹原保守阮，平安来到教会。来唱歌，来敬拜你，也求主保守遐还袂来到教会，遐个姊妹的骹步，互因会能平安顺利来到教会。求你保守甲带领。伫你的面前，阮是罪人，是耶稣流宝血洗清阮一切的罪过。阮要时时警醒家己，毋通袂记你的恩惠，你的教示。常常思考你的话语，行你合你心意的道路，为主来做见证。阮也要为着教会身体有病痛遐个姊妹来祈祷，求主医治带领阮的软弱。阮无法度测度你的安排，求主互阮学习顺服，接纳主一切的安排。也求主加添教业的气力，伫照顾者的身上，互因会当搁较侪经历上帝的恩典。因为主来得到坚定的心、坚强的身体。阮要为着家己的信仰来祈祷。虽然有时拄着困难，但是透过主的话语甲教示，会当行伫合你心意的道路，互阮哪来哪亲近你？阮也要为着教会的牧师、传道、中职、团契会长、辅导、圣歌队的队长、敬拜团的团长来祈祷，求主互因有教业的智慧甲气力，互因不管伫工课、家庭、教会，拢有你的同在，互因倚靠上帝。面对任何的挑战，哪服侍，哪甘甜。教会有侪事工伫进行，求主保守带领，互交通一切平安，互行程一切顺利。透过每一个活动，感受上帝满满的疼，互明白你的有坚定的信仰，互无明白你的会通搁较侪来明白你。即时礼拜要开始，求主安静阮的心，求圣灵临到阮的中间，透过诗歌学录你的名，透过讲道明白你的教示。阮将礼拜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，
求你来应许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相信阮平安。这是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诗篇第1篇，诗篇第1篇第1节到第6节。诗篇第1篇伫旧约的部分581页。诗篇第1篇第1节到第6节，现着我来读。第1节，无行歹人的计谋，无徛罪人的路。无坐侮慢的人的位，即互人有福气。伊所欢喜的，就是耶和华的律法；明理善思的，也是伊的律法。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，照时结果子，伊的叶也袂打去。伊所做的一尽行通。歹人毋是安尼，是亲像粗糠，互风吹散。所以，伫审判歹人徛袂牢，罪人伫义人的会中也是安尼。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，若是歹人的路，话袂无。圣经读到遮，即时要请圣教队来献诗，因咧献的诗是救主耶稣万福本愿。
讲道，请本堂的科牧师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上帝的供应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伫你的面前，阮感谢你。虽然外口有落雨，总是你伫阮的内面，互阮伫你的稳定中间，领受对你来遐的祝福。阮自己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上帝你的话语，帮助阮来明白你话语中的真理。愿将以下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信心亲身来引带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今仔日是母亲节，咱是毋是安尼好无？咱请兄弟，在座所有妈妈，甲伊你若太太伫边啊，就甲揽一个，牧师娘来头前啊吼，甲讲母亲节快乐，来甲。这个男士好像太害羞了呢，吼。愿每一位妈妈，恁拢有属天的平安甲喜乐。其实想到母亲节吼，我讲母亲其实真辛苦。我这个年代，好透露一点仔年纪啦吼。我这个年代的家庭吼，差不多生2、3个尔。但是我的顶一辈，迄就多啊！偌济5、6个、7、8个拢有。恁听过上悬的是几位？偌济12个，12使徒哟，所以咱得当想哦，伫过去迄个年代，无论是咱讲迄个社会因素也好，也是有啥物款的情景也好。咱看到是伫当时的生活的条件，伫因的经济因素，有遐尼侪囡仔爱养饲，其实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。咱来看即摆的少年人吼，在座的少年人，注意听，有的人讲我无要结婚啦，也是结婚了讲我无要生囡仔啦。伊讲安怎？我有经济的问题啦，我有大环境的问题啦。我有幼稚教育或者的问题啦，迄个警员伫遐点头吼，来摄影机甲翕一个吼。但是这敢拢是问题吗？其实咱回想咱过去的年代，咱过去迄个年代，生养侪确实有真大的生活顶面的压力伫的。但是咱若对信仰的角度来看的时阵，迄段日子看起来，敢若过了真辛苦，总是上帝供应是有够野。所以咱若回想过去迄个历程，真正上帝的恩典是有够用的。今仔日咱读的诗篇第1篇，那对于圣经学者，伊咧对即个普罗克伊咧讲的旧约诗歌智慧的即个讨论的即本册内底。伊写着讲，若是诗篇对以色列人甲教会信仰来讲的时阵，诗篇亲像是伫历史的迄个分条，伫暗暝的花条共款。伊讲即个是无算真夸大其词，迄个理由会当真明白，会当互咱知影。即个早时的即个诗篇，代表着真侪群众因的生活的经验。其中包括社会每一个阶层的人，而且是对君王甲百姓，是咱人一个情感甲心内的一个浓缩的这部分，嘛是互咱人会当真单纯，搁真崇高的一种心灵的经验。所以讲，一个人伫信仰旅程的任何的时阵，无论你是倒位，也是伫倒一个年代，拢会当发现诗篇会当互人有一个通安息的所在。那安尼来看，这个安息的所在会当帮助咱伫安静的中间受到激励，继续按照咱所查的表来跑走。所以今仔日咱读的诗篇第1篇，虽然是短短60的经文。
总是有人讲这是全诗篇，这几本诗篇的头前的一个序言，敢若是一个前奏曲同款。嘛有人讲伊是一个总纲也好，但是伫这中间包括了一个生命甲信仰的实质的实践，嘛是咱生活道路的一个选择。这其中的选择，互咱真清楚看到是有歹人甲义人，有受到祝福甲灭亡。这拢伫咱整个人生的中间，你会当随时去做选择。咱若看圣经显开，诗篇第一篇的标题是“有福的人，有福的人”。一开始就咧说明，这个福气是怎样来？因为透过诗人的眼光，所以诗人伫第一节内底提出3项袂当做的代志，以及1项应该要去做的代志。头前2个袂当做，就是无去听歹人的计谋，无去行罪人的道路。虽然咱的翻译有了无共，总是这2个袂当去做，咱一般会当较清楚去了解。咱嘛会当透过一般的人，因嘛会当认同这种的道理。就是讲，咱无要去听遐歹人的计谋，咱嘛无要去对遐罪人的骹步。但是，咱伫基督徒内面，咱会当较清楚知影，咱是要用上帝的标准来确认什么是罪人，什么是歹人。那呢，咱会当对罪人甲歹人，咱有一个定义的所在。虽然是诗人安尼讲，总是有时咱会因为人的软弱，特别伫真大的利益的这个引诱的下骹，人会失去原本伊的价值观，然后受陷落伫这个引诱的罪恶的内面。我想有时咱会当掠家己讲啊，我真坚强啦，也是我徛了真栽啦，我真坚定啦。我袂受到这个利益的引诱，我绝对会当抵抗这个利益甲我的引诱。但是有时咱就会陷落伫这个罪恶的陷阱内底。有人讲，你袂陷落迄个陷阱内底，是可能迄个利益甲你的权利无够大，无法度吸引咱。但是我咧想，咱袂陷落伫罪恶的陷阱内面，有更较大的可能是伫上帝保守的内面，因为上帝的保守无互咱陷落伫充满试探、充满引诱的环境的内面。所以咱若翻头来想，咱袂做歹，咱毋是罪人，嘛毋是歹人的事，这是上帝对咱每一个人的怜悯甲疼痛的恩典。所以，当来到咱所生活的环境的中间的时，伫咱的职场，也是伫咱的商场，也是咱的工作的内面，有可能咱会经手一个真大的利益的时阵，咱若心内无尊主最大，那呢，咱有可能受到这个引诱，陷落伫这个罪恶的陷阱的内面。特别咱若看这个历史的过程中间，其实侪人。就是讲，每一个世代拢有人贪心，然后受到引诱，然后就坠落去。所以，伫诗篇第一篇一起头就提醒咱袂当受到这引诱。第3个讲袂使做代志，是讲袂当甲污蔑上帝、亵渎上帝的人做伙。这个袂当做要求，可能对咱即马现在咧生活伫这种宗教多元的社会内面，也是咱所处的环境的中间，对咱基督徒来看，可能无容易。特别是咱伫台湾，咱看到的是基督徒的比例真少。这个真少的过程中间，我邀请咱想一下，伫你身躯边的人。还佫有偌济人是还未认捌上帝咧？还佫有偌济亲朋好友是还无真正明白咱所信的耶稣基督咧？特别因所无信，但是无表明因就是歹人，
因为因可能是无了解咱基督教的信仰，就会对咱基督教的信仰表达出迄种较看轻也好，也是有一寡犹豫的态度。咱无可能因为安尼，咱就无介意往来。咱无可能讲啊，你无认捌耶稣基督，我就无爱甲你做伙。那安尼，咱要安怎呢？我咧想，咱袂当利益远远，咱特别爱伫遮也未认捌上帝、认捌耶稣基督的人的面前，有一个好的生活的见证，引带因来认捌基督教的信仰。歹人，咱知伊是无相信上帝的人。歹人是对着因肉体欲望去做决定的人。伫心内，伊无上帝互因的即个原则，因无上帝的公义。那呢，罪人是无达到迄个标准所查标迄个标准的人，伊所做每一项代志拢有偏差，而且是哪行哪偏。有万亵渎上帝的人，就是看轻上帝，就是看轻上帝所定的律法甲规范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若讲到歹人，讲到罪人，讲到亵渎上帝的人，有可能伫咱的身躯边就有。当咱安尼讲的时阵，我想可能在座的话人就想到啊，啥人是做歹的人，啥人是犯罪的人。我想你会当马上会当指出即款的人，咱会当指出即款的人，是因为伫咱的心内已经有一个上基本会当判断分别的一个原则，所以咱真自然有即种分辨的即个能力的时阵，实际上我咧想的是，最咱一出世，咱伫咱细汉的时。互咱厝内底父母所培养嘅，或是伫咱的信仰的宗教的教育的内面，对上帝律法、典章规定有一寡认知，所以咱才有法度有即款的能力，会使随做一个基本的判断甲分辨的原则。因为咱有即款的能力，咱才有法度伫即个有上帝束缚。以及最歹的中间，咱会有一个选择。其实，咱若看规本的诗篇来，规本的这诗篇一开始讲到束缚有福的人，这是一个真特别的。因为伫咱的信仰内面，有可能咱自细汉，也是咱后来才信，咱会接受到一种的观念是，咱在学习做一个正直的人。也是咱爱做一个顺服的人，也是咱爱做一个有疼心的人。其实咱毋是咧讲你爱做一个有福的人，毋是讲咱有喜乐、快乐安尼尔。这个诗篇一开始讲爱做一个有福的人，其实迄是互咱有一个无共款的眼光，互咱要看是咱敢有活出一个上帝的公义。咱用上帝创造人原本的意思来看的时阵，其实就是要讲的，到上尾咧救赎伊的子民，伫圣经内面真清楚表明的是，上帝恩典疼痛，要互伊的百姓得到祝福，成做一个真正有福的人。那呢，这个有福的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？无共款的翻译的版本有快乐有幸福，但是伫诗篇内面讲，这个字的意思是咧形容一个充满喜乐以及有成果的人生，是咧形容这款的人。同时嘛是咧说明一个有价值的人生，这甲歹人一个无价值的是形成一个对比。伫这个内面的喜乐，上主要的源头。是上帝伫人生道路顶面的指引，所以安尼来看，这个祝福、这个有福，是一个喜乐、快乐的意思。那呢，诗篇要甲咱讲的是，无论任何人，无论你的年岁是几岁，无论你的社会地位是怎样，
无论你是好业也是丧香，咱拢会当成做一个有福、快乐而且幸福的人。诗人用一丛栽伫溪水边的树仔，甲一个互风吹散的粗糠，来对比即个有福的人甲歹人，也就是即个歹人是甲上帝做对敌的人。其实诗篇要表明的是，敬畏上帝的人有性命，伊的性命有活水咧供应，伊会活了真好、真水，伊会照时结果子，伊会平安顺利。无敬畏上帝的歹人，就亲像粗糠共款无路用，生活嘛亲像粗糠共款，是短短一生尔。所以诗人要甲咱表明的是，咱人亲像一丛树仔，是有生命的，是上帝创造伊有叶啊，会结出果子。但是要结出果子，爱有养分，爱有水。所以是咧讲，这丛树仔栽伫溪水边，毋是讲这丛树仔边仔有溪水流过。诗人要表明的是，咱爱将这丛树仔刷到溪水的边仔。这丛树仔爱主动来到溪水流过的所在。所以，这个表明是，互咱爱理解，当一个人意爱上帝律法，日时暗时拢咧思想上帝律例的时，那亲像这丛树仔栽伫溪水边共款一样。所以咧讲到一个有福的人，就爱有思考上帝话语的生活的习惯。所以，当咱在思考的时阵，咱就会约束家己的性命，互咱袂徛伫歹人的位置顶面。咱会互上帝的话来塑造咱，带咱，互咱行伫伊的道路顶面。我想要互上帝的话成做咱生活的习惯，毋是一工两工尔，这是咱一生的功课，这是一个路程。咱每一个人拢爱进入到这种的路程的中间，那呢，咱才有法进入到上帝互咱有福的这个内面，嘛，互咱会当照时结果子，叶嘛袂孤单，结果子袂讲无色就落落来，照时结果子，这是真重要的。这个结果子毋是讲我想要有的时阵就有，但是咱若照着思想上帝的话，当你安尼行的时阵，必然会结出果子。就算讲你无在意，其实伊嘛会有一个成就出来，上尾有一个成果伫的。因为你已经养成了这种思考上帝话语的习惯，所以伫你的生活内面，你的言行举止，你所讲的话语的内容，迄种中间的果效就会显明出来。我咧想，当咱有这种显明的果效出来时阵，咱袂当个讲啊，我无啦。其实咱毋通认为家己所讲的话无任何的影响力。当咱每一个人咧遵行上帝教导的时阵，这个教导就会真实显明伫你的生命的内面。这就是照时结果子，叶嘛袂孤单。也就是讲，将咱每一个人将上帝的话放伫第一位的时阵，会影响到你个人的生命，会互你的生命表现出上帝所教。那呢，咱会当知，你做代志就会真认真。你会当知影，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创造的，每一个人拢有上帝的形象。那呢，你就会尊重别人，袂去伤害别人。那呢，你伫面对人际关系，当你咧面对社会的这个群体的时阵，你所做一尽拢顺利。所以咱爱想一下，你家己的生命，敢有亲像歹人迄款的思想的
的迄种方式咧，直到你的性命是变甲真芳远、真无路用，上尾伫审判的时阵徛袂牢。诗篇内面甲咱讲，罪人伫义人的中间是安尼，因为上帝的公义无伫罪人的性命中间。所以，当咱聚集伫上帝的圣殿，聚集伫十字架前的时阵，咱咧敬拜，咱咧学乐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咱每一人付上迄个极大的代价。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互天父看咱每一人成做义人，互咱伫审判台的面前会当徛在。所以，咱会当去了解到。有的人会讲啊，罪人、歹人，因可能想讲哇，我性命无迄个上尾的审判，但是是有的，因为上帝会审判伊罪人、歹人的道路会灭亡。所以咱看到伫整个诗篇150篇内面，无同款的诗人，定定会去颂赞上帝伟大、上赞迄个审判的所为，这个审判要讲的，亲像伫法庭中间，上帝徛伫审判台前，歹人就徛伫上帝面前受审判。但是歹人袂当为家己来辩护，因为歹人是徛伫被告的迄个位，伊伫上帝面前无法度徛掉的。所以上帝审判的法庭。是一个永远的，是袂因为时间改变的。毋是讲即个时阵才有审判的法庭，毋是安尼。因为伫审判的台前，上帝随时会做出裁决，上帝嘛随时会执行迄个刑罚。咱对旧约中间，咱看到伫创世纪，亚伯拉罕亲目睭去看到上帝怎样实行公义，伊看到上帝。毁灭所多玛、蛾摩拉，伫圣经的上尾一卷册启示录内面，约翰嘛记录迄个异象，就是迄个上尾要结束这个世界，以及将来要来临的，是一个审判的情景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要用什么款的方式，常常提醒家己爱定定。来思想上帝的话语咧，互咱每一个人伫将来会当徛伫上帝施恩的宝座前咧。当咱意爱上帝的话语，但是可能咱咧读的时阵，无一定会当完全去了解、去明白上帝话语的意思。但是上帝的话语，当你咧读的时阵，伊会进入到你的心。伊会互你的灵得到即个美妙，所以咱会当照着，比如讲台湾圣经国会伊所排即个3年读一届圣经的进度，也是咱会当照着咱总会所排即个新安宫的读经的进度，也是恁家己个人有一寡灵修的册，帮助你每一工读上帝的话语，互咱每一工拢会当伫上帝的话语有一个。特别的时间，咱来读上帝话，互咱伫读经的即个时间的内面，咱会当甲上帝相拄。那呢，我相信，咱就袂去偏离迄个正路，互咱会当得到真正的福气。求主帮助咱，互咱行伫义人的道路内底，互咱进入到迄个上帝恩典的祝福的内底。但是有的人可能会安尼想，因咧想讲啊，今仔的生活其实是无顺利，今仔我所经过是袂行通，今仔我受到一个压迫伫的，我爱伫真侪关系顶面付上真大的代价。但是伫这个中间，咱阁爱成做一个基督徒，咱阁爱需要讲爱甲人和睦，爱包容别人。爱接纳别人，咱爱忍耐，咱爱吞忍。所以有可能有一个声音伫你的内面会出现讲：那呢，上帝话对我到底有啥物帮助呢？
上帝的话，互我所信的有啥物款的效果呢？不过我咧想，嘛甲大家勉励的是，上帝甲咱讲，咱上尾是好的，咱上尾伫即个整个的过程中间是受到上帝所束缚的，因为无人会当徛伫上帝审判台的头前，只有义人才会当。有耶稣基督的公义伫咱的身躯顶的人，才有法度徛伫上帝审判台前。愿意军队上帝律法法则的人，才会当徛伫审判台前。所以，当咱愿意将家己交伫上帝手中的时阵，咱愿意将家己刷到迄个溪水边的时阵，当咱咧领受上帝供应、上帝所供应咱的即个稳定疼痛的时阵，那呢，咱所选择的，就是行伫义人的道路顶面。今仔日，咱虽然伫环境中间、大环境中间，咱感觉过了真辛苦，总是上帝供应是有够野的。特别今仔日是母亲节，每一位母亲，无论是过去迄个年代，也是现在，也是未来，我相信伫咱整个也是兄弟，咱整个生活中间，拢有上帝供应。上尾我要用一个见证，要来鼓励兄弟姊妹，你去看到上帝伫你身躯顶面的供应，然后你来见证耶稣基督，而且领受上帝一个奇妙的作为。这个见证就是伫拜二的时阵，伊是伫搁较早前，英语的阿嬷，伊迄阵身躯衰烂，英语就咧问我讲，牧师，我要安怎为阿嬷祈祷？啊，我的台语足无好的呢，我讲的阿嬷可能听无呢。但是我甲讲，你着放心去讲。所以即届阿嬷受洗礼，即个王瞻金贵姊妹，其实咱有一寡人伫咱的赖顶面，伊有看到有一段故事，总是咱侪人也无看到。我想我请二伯甲写落来，伊分做几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阿嬷的内心得到医治。重新恢复迄个尊贵的形象，因为为着阿嬷祈祷，互阿嬷的心伫迄个祈祷中间得到医治，伊重新看到家己伫上帝眼中的即个价值，恢复了，互伊家己亲像一个真珍贵的珠宝。所以伫迄届祈祷了后，因拢有发现到阿嬷的心开始软化起来，柔和起来，感受到自己配得上帝的爱，也重新跟上帝建立了关系。第二个部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确信。阿嬷迄阵住伫马街病院，伊讲迄天是过活节了后的下晡，其实就无偌久，2-3礼拜前，因就做伙去看阿嬷。然后二伯就问阿嬷讲：“你知影你死了后会去倒位无？”哦，通常这话咱真歹讲出来对，你大兄呢？但是二伯真勇敢甲伊讲，伊讲阿嬷安尼甲伊回答，无考虑，随甲回答讲：“我知影，我会去天顶。”所以因在场的人拢讲：“哇，阿嬷的回答互因真 surprise。”二伯就继续甲问讲：“啊，你哪会知影？”伊讲阿嬷迄阵无讲话，然后笑笑用手举顶面，然后出声甲讲：“我就是知影。”所以因为着要确认讲，迄个天顶到底是讲啥？因为阿嬷是一个真传统民间宗教的，所以因要确认讲，你讲的天顶甲我讲的有共款无？所以就继续问讲：“啊，你知影？”耶稣是啥人无？伊做了什么款的代志？伊讲阿嬷迄阵无随回答，所以英语就真着急，就向伊解释讲：耶稣为咱的罪牺牲，替咱承担了咱的罪过甲刑罚。啊，佮想讲要用什么款的比喻来甲阿嬷讲的时阵，
伊讲阿嬷即个时期开嘴讲话，阿嬷甲回答讲：我知影啦，那亲像背石头共款，耶稣甲咱的罪拢排走去啊。说起来讲，我是上帝的珍珠玛瑙，是上帝的宝贝。以后伫天顶会真热闹，因为咱拢会伫天顶。所以因真感动的是，因伫过去这段时间一直咧甲阿嬷要甲因分享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，但是上帝的珍珠玛瑙是上帝宝贝，因拢无讲过。所以因感觉讲，这一切拢是阿嬷真心去领受到这对天来的天国的信息，是伊家己去领受的启示。第三个部分是阿嬷咧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甲受洗礼。5月4号，因去看阿嬷，但是因的心中还佫有犹豫伫个。因咧烦恼的是，阿嬷虽然知影救恩，但是阿嬷敢有真正去接受耶稣基督成做伊的救主？所以因咧想讲，顶一礼拜伫过偌济阵，无带阿嬷做一个决志的祈祷，因敢若有一点仔遗憾伫个。所以到5月初5，伊讲阿嬷迄天其实是无醒，就是伫迄个困的中间叫袂起来。一直到下晡，因去看伊，英语去看伊的时阵，伊讲阿嬷醒起来，毋但会当讲话，佫会当食饭、落眠床、便所。但是迄天讲拄好是旧历，会当因爱民间宗教爱去拜拜日子，所以英语就问伊讲：你今仔日要拜拜无？阿嬷甲伊回答讲：毋免啊，我心内已经有啊，毋免拜啊。这段话，互因感觉真受到激励，因为伊的心内已经转往上帝，转往耶稣基督啊。虽然伫迄天下晡，英语佫想要甲伊确认讲，你敢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无？但是侪人伫迄个内面，因就无甲问啊。但是迄届了，阿嬷就无佫醒起来，真清楚的讲话。所以过顿工，因佫去看伊。英语甲伊的姐姐就甲伊问讲：阿嬷，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中，成做你的救主无？然后佫讲：你若愿意，就将手放伫你的胸坎的头前。伊讲迄个时阵，阿嬷目睭八金，然后比2届赞，就将手放伫个胸坎的头前，所以迄个时阵，英语的姐姐就带伊做一个决志的祈祷，宣告伊是上帝的囝儿。祈祷了后，伊讲阿嬷佫举手比赞，所以伊讲伫迄个时阵，佫有因的亲情见证了这个时刻。所以当迄天了后，迄个暗时嘛真拄好，下晡就甲传道因伫遮咧练贝斯，所以呢，就敲电话，因就传道就敲我，下晡就甲我讲话。当然，还佫有贵因姐甲伊鼓励，所以讲阿嬷这个时刻，敢有法度去为伊祈祷，若有可能是毋是当为伊受洗礼？所以，阮就大约伫暗时10点左右到树林迄个所在，美院长老、牧师娘、传道娘，阮拢去啊。还佫有下晡英语甲因姐姐，还佫有因亲人。伫伊边仔，阮唱诗歌，我就问阿嬷，伊敢有要愿意接受洗礼？伊迄阵无法度回答啊，总是伊的手比出一个动作，伊溜溜啊比大拇头啊出来。所以迄阵我就决定为伊行洗礼。我想这是宣告，互伊成做上帝的囝儿。我想经历过这一切，下晡写了即句话，我感觉真好。伊讲伊亲信。阿嬷是互上帝拣选的查某囝，将来要伫天顶享受迄个上好的福分。阿嬷的一生真勤俭，养饲囝儿孙，甚至连孙的即个另外一半，拢真疼惜。伊举一个例，
伊讲伊捌食阿嬷亲手做便当2年的时间。我想只有因真实去经历过，伊嘛经历过阿嬷的过去对这个家庭的持守看顾，这拢是上帝供应的中间。虽然知影阿嬷过去伊无去教会，但是有另外一个因姐姐讲伊细汉捌送便当去到上山教会、松山教会，好，但是有一段无清楚，总是伫这个过程中间。看到伊的性命甲行为，还佫有亲身所讲的即个天国、基督救恩的话语的中间，在场的应语而播因遮的亲人，因拢看到上帝的作为，伊是上帝宝贝，耶稣判了伊的罪，互伊无搁拜拜，互伊的心内有主耶稣。我想即份的见证会通成做儿婆，也是应语因遮的家族的。亲人一个极大的鼓励。无论安怎，咱倒来看到圣经，伫今仔日，上帝的供应是有够野的。所以当诗人搁一摆咧重申，有2种的道路，有2种的结果。这伫上帝所清楚这所有一切人的选择的中间，今仔日上帝互咱每一个人会当照着咱的心来选择。而且将来每一个人爱照家己所选择的来得到报应，所以愿咱每一个人，咱的一生拢会当行伫上帝道路顶面，直到上帝互咱每一个人的命定成就，互上帝的心意得到满足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全能的上帝。愿尊叹你的命令，愿尊叹你的教示，互阮无甲歹人做伙，无行罪人的道路，无甲亵渎上帝名的人同行。总是伫阮生活的这个世界中间，阮有侪代志咧引诱阮，但是阮恳求上帝赏赐阮有稳定听通，伫你的供应的内面，互阮对人。会当讲对方听有的话来认捌你，互阮所讲的来荣耀你上帝的名。过去日子虽然有侪恶担当的时，总是上帝你的看顾帮助，你的供应是够遐的。我阁一摆恳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伫未来的日子，阮伫你的稳定听当舒服的中间，阮成做一个有福的人，互更较侪人来认捌你。互更较侪人嘛得到即款的祝福，愿献上阮家己，恳求上帝来使用阮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咱做伙来用信息，信息第188首，信息第188首，上帝圣经内面。上帝圣经内面有一项极奥妙，启示地上万名，就是主的荣耀。信息第188首，请会众起立。因转手，上帝圣经内面有一项极奥妙，启示地上万民，就是主的荣耀。早时点伫哈兰，罗波阿别拉。看主因光显现，
请坐，这是咱未班先来奉献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自甘心乐意。若是你阁毋捌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咱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。这是报告。伫报告的大省，咱先做伙来读即礼拜的经句。伫周报的第2页，伫下骹，咱做伙来读2解。请，伊所欢喜的，就是耶和华的律法；美丽善思的，也是伊的律法。诗篇第1篇第2节。伊所欢喜的，就是耶和华的律法；美丽善思的，也是伊的律法。诗篇第1篇第2节。后周的圣经分档，咱会当家己来看吼。拜三查经祈祷会，主理是李传道，司会是张一如执事。后礼拜的主日礼拜，经文甲信息，拢伫周报面顶，咱会当先家己转去来准备来看。只是请大家掀到周报的第6页，消息报告。第1点，母亲节联合礼拜。本主日是母亲节，要感谢每一个母亲的辛苦。教会有要送每一个妈妈母亲节的礼券，礼拜了，咱会当去1楼的来领取。嘛祝每一个妈妈母亲节快乐。中昼妇女团契有准备爱餐，会当老婆参加，爱家己传家己的餐具。第2，少年团契，今仔日有一个少年团契的活动，我也是伊的少女时代。时间是今日11点到12点，地点是伫2楼。第3，理财有道的讲座，伫今仔日本主日的下晡1点，伫2楼，请有兴趣会当来老婆参加。第4，主日学的东港的退休会，
时间是5月17号到5月18号，地点是咧宜兰，请兄弟姐妹为因来代祷，互因交通平安，一切拢顺利。第5，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，后主日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，要有玉山神学院的学生来请安报告，甲正道，请兄弟姐妹关心甲代祷。迄天当天考牧师去参加主日学的当天退休会，你团队去万丰谷教会。耶华礼拜，今年5月25号是耶华礼拜，要去宜兰的三星教会，报名费是500块。因为人数已经超过有加一只游览车，所以即摆有3只游览车。但是即马阁有20名左右的名额，就是阁有20人的名额的左右会当去报名，请还未报名的会友会当紧来报名，无新手爱新娘哦。但是伊到今仔日报名截止，就是到今天截止，所以大家爱紧来报名。第7点是运动做伙来，伫6月8号下晡2点到4点，伫万兴国小的4楼要举行运动会，请兄弟姐妹做伙来参与。继续为着其他交通来代祷。以上。好，出日学的遮个真古锥吼，特别爱强调真古锥吼，因为拢是每一位妈妈所生嘛吼，伫因眼中拢是真古锥的。出日学的囡仔要将今仔日即个康乃馨的花来送互恁吼。我本底想要邀请妈妈起来啦，但是我感觉安尼敢落差太大吼，所以妈妈坐，互囡仔来服侍吼，所以你会当举手一下吼，伊就得到了伊的边啊。来，请主日我们请主日学的小朋友，我们将你手中的康乃馨来献给妈妈，然后同时跟妈妈说什么？母亲节快乐哦！要站吗？不要啦，坐着就好了啦。前面这边很多，陈道宁、信恩，来前面，这边圣歌队。这边，这边。好，在场的姐妹也可以拿好不好？不一定是妈妈啦哈。姊妹拢会当摕。我们还有没有没拿到的？好，3楼有发了吗？有哈。好，我们一起为所有的妈妈姐妹们，我们来祷告。咱做伙为着所有的妈妈姊妹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满心欢喜。当阮还未出世之前，阮拢是伫妈妈的怀孕伫伊的腹肚的内面。领受对妈妈来遐的祝福，因为上帝，你看过每一位母亲，
因伫怀孕的过程中间，有无共款的反应，有的真辛苦，爱倒伫眠床；有的真辛苦，有生理、心理甲生理顶面的反应。无论怎样，当因怀胎过程中间，主你就将你的恩典放伫每一位母亲的身躯顶，互阮出世了后，阁受到因的照顾。愿主你看顾每一位母亲姊妹，当因未来的日子，你犹原加添侪恩典疼痛伫因的身躯顶，互因一生牵调着主对因每一个人的应允，互因一生无偏差，互因在教养每一位囡仔的时阵，拢有上帝的同在，将每一位母亲姊妹拢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主赐福，互因成做有福的人。同心祈祷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阁讲一届，母亲节快乐。好，今日有新来的朋友，我们请招待。今日真欢喜，咱有2位新朋友来到咱中间。第一位是蔡燕燕，那他是有一位南势角的朋友，教会的朋友介绍他来我们文山教会啊。南势角的朋友是廖老师的朋友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大家可以常常跟他那个交通这样子。好，那第二位是陈启辉先生的女儿陈真素，他从那个美国回来，然后应该就来参加母亲节，就是OK， 好，那也很开心看到你来到我们中间。以上。好，欢迎你们能够继续常常来我们教会。好，这时咱做来行平安礼，来请安。咱拢真做。咱拢真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。咱拢真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。真做上帝的子民，因为耶稣真做神，因为耶稣你光明，因为耶稣人有可我的人生，享受主我名，欢喜加连得主听，因为耶稣。请咱犹原徛咧，咱做要来营刷要念信息，信息第398首，信息398首，因诗刷来请牧师祝祷。
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盼望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伫地对直接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密祷。咱互相交易了，唔通离开哦。有较听有啥？少气主办的妈妈时装周哦。了后呢，食饭了，佫袂使离开。为什么？下晡有一个理财讲座吼，所以今仔日的活动真丰富，邀请大家拢会当留落来参与，嘛是互遮咧备办的同工一个鼓励，嘛互咱伫这中间得到最的帮赞。大家平安，咱礼拜到这个所在。礼拜即时结束，愿上帝祝福大家。